6月26號星期五呢段片要同大家睇睇主要指數期貨一啲熱門美股、貴金屬、加密貨幣呢啲外匯嘅走勢。先有個免責聲明，本篇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市場參與者相信聯儲局打擊通脹嘅決心，咁就於是乎咧資金流向債市，同一時間咧令到呢個債息下跌啦，咁啊股票受壓。商品期貨同埋呢個金價、油價，尤其是啦，除咗資金流向之外，相信地緣政治風險降溫啦，亦都帶動佢哋咧雙雙下跌。先睇呢一個10年期國庫債券個息率跌穿咗20天線及先線之後咧，咁輾轉向下行啦。咁啊上個禮拜最低去過4.36厘嗰啲位，咁啊預期短線阻力咧係4.45啦，下邊咧有機會咧慢慢咧向呢一個4.2個支持位，亦都係200天線附近咧嚟到推進。睇睇熱門嘅指數期貨，道瓊斯工業指數期貨禮拜四係創新高嘅，去到53,000點附近。跟住禮拜五咧就有回吐嘅跡象，暫時都仲喺20天線之上。短線阻力咧53,000啦，升穿去試55,000。咁下邊支持位52,000同埋51,000。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響7,600點做嗰個雙頂啦，咁啊而家企響50天線附近。如果跌穿嘅話咧，下個支持位7,200點，再落嘅話咧就7,000點，就摸係200天線嘅附近。上面阻力7,600同埋7,800。納斯達克指數期貨亦都係做咗個雙頂啦，咁啊亦都係收響50天線附近。跌穿嘅話咧，會跌到落去28,000啦，第一站，跟住下個位前歷史頂部啦，約莫係26,000嗰啲位，亦都係200天線附近嘅位置。上面阻力31,000，升穿嘅話，你會試33,000。恒生指數期貨連破多個支持位啦，跟跌唔跟升咧，相對於個外圍市場23,000點咧失守。禮拜五尾夜期咧就有輕微反彈，因為預期最大阻力咧最多都係升翻去呢個24,000啦，可能掂一掂20天線啊，跟住再決定個去向。上落範圍咧響23,000到呢個24,000，跌穿呢個23,000，禮拜四個低位啦22,500咧，有機會落到去21,500。睇睇熱門美股嘅走勢。蘋果禮拜四急跌之後，禮拜五反彈，咁啊有個裂口有機會補一補，可能試埋條20天線響295蚊附近。咁啊下邊支持位275啦，亦都係近呢個200天線嘅附近。守住嘅話咧，會響呢個275到295之間上落。跌穿200天線咧，有機會落到去250到256嗰啲位。Amazon穿咗200天線，禮拜五有個反彈，咁啊估計就算再上多啲咧，可能去到244度啦，20天線嘅位置會有阻力。下邊支持位近期嘅低位啦，230蚊附近，穿嘅話咧要落到210甚至196。Alphabet 20天線同50天線出現咗死亡交叉，咁啊係一個中線利淡信號啊，支持位。星期五最低330啦，破位嘅話要試低少少，去到310 200天線嘅位置，再跌穿去試翻去3月份嗰個低位，約摸280蚊。上面阻力350、370。Meta Platform 落翻去徘徊區嘅底部，支持位520，跌穿女士480，上面阻力560同埋580。微軟禮拜五出現咗個反彈，估計有機會試一試20天線、50天線嗰啲位，約莫400蚊。上落範圍預期350到400啦，跌穿350嘅話咧，會落到去300蚊。Netflix 跌穿咗2月份個低位75蚊啦，咁啊而家會成為反彈嘅阻力，20天線都80蚊，咁嘅預期啊75、80蚊阻力非常之大。下一個支持位咧65蚊，再落嘅話就係56。Tesla 守住370蚊，3條平均線咧響420蚊嘅阻力非常之大啊！預期短線上落範圍370到420，闊啲嘅範圍330到450。Nvidia 禮拜五跌翻落去200天線190蚊附近嗰啲支持位，預期短線咧向190到210，即係20天線、50天線嘅位置嚟到區間上落。
跌穿190咧，有機會試翻去3月份低位165蚊嗰啲位度。Broadcom 禮拜五跌到去200天線啦，破位嘅話落到去呢個300蚊到320附近，上面阻力420。美光響1000蚊到1200蚊啊，做咗4支陰燭啊，明顯嘅派貨嘅信號。短線上落範圍1000蚊到1200蚊，闊啲嘅範圍咧，下邊800蚊，上邊1400。Palantir 跌穿咗130蚊啦，下個支持位睇100蚊，再落嘅話咧睇70蚊，反彈阻力130、150。PANW 禮拜五咧都係向上升嘅，仲輕微創咗個新高，下個目標340，支持位20天線280，跌穿嘅話咧落到去呢個50天線，約莫係230。SanDisk 亦都係做一個頂部，暫時守向20天線嘅水位，支持位1800蚊啦，20天線嘅位置上邊阻力2200同埋2600，跌穿呢個20天線咧，有機會落到去1300。CEG 短線都係區間上落範圍，響240到280，闊啲嘅範圍下邊200，上邊300。GEV 咁做咗個頂部啦，出現好多咗星形啦，支持位咧暫時響呢個50天線、20天線嗰啲水位1000蚊到，破位嘅話到去200天線附近就摸800蚊，阻力位1200。SYM 短線有個反彈阻力位響45蚊嗰啲水平，升穿嘅話要高少少試50天線都要摸52，支持位咧下邊38、35。FCX 上落範圍60蚊到70蚊，闊啲嘅範圍50蚊到80蚊。SCCO 上落範圍160到200蚊。睇睇外匯，美匯指數上到102附近咧，有啲阻力，估計短線會試翻呢個100.5。如果再低少少就50天線99個半，順便阻力102，破位要上103。歐羅對美元跌穿咗支持位1.44，估計可能會有啲反彈，阻力位咧睇呢個20天線喺1.15附近，跌穿呢個1.14、1.130近期嘅低位咧，有機會落到去1.11。英鎊對美元跌穿咗1.32，短線可能會反彈翻去20天線，約莫1.33附近，穿翻近期嘅支持位1.3140嗰啲位咧，有機會落到1.30。美元對瑞士法郎咁啊，見近呢半年嘅新高，下個阻力咧就係0.82，支持位0.8050。美元對日元暫時守住162，破位要上到165，支持位160。美元對加元上到1.42嗰啲位咧，有啲回吐，支持位1.4150同埋20天線呢個1.4附近，下一個目標1.44。澳元對美元暫時守住200天線0.69，破位落到0.67，阻力位0.7。紐元對美元支持位0.56，破位嘅話咧會再試到0.55，上邊阻力位0.57、0.58。金價沿住20天線一路落啦，阻力位4200蚊、4400蚊，支持位3900，破位落到去3500。銀價支持位50蚊，即係上個世紀歷史嘅頂部啦。早幾個禮拜都要同大家講，有機會試翻呢啲位先至再定去向噶啦。阻力位3條平均線咧都集喺70蚊附近。油價支持位68，破位落到52，阻力位80同埋92。布蘭特原油支持位72、60蚊，水平阻力84、92。加密貨幣 Bitcoin。咁啊，沿住20天線嚟到下跌啦，反彈咗2個禮拜都係壓住喺20天線之下。下個支持位49000，破位嘅咧有機會甚至落到去32000，阻力位64000。以太幣上落範圍1400到1800，破1400，佢又落到去1000蚊。好，呢邊段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個收睇。